2026年5月全港工商鋪註冊量錄得455宗，按月微升0.7%，連升3個月，是為自2024年11月以來首度連升3個月，而且5月份的註冊創出2025年4月後的一年新高。若以首5個月合計，工商鋪註冊量共錄2063宗，按年上升10.9%，並創出4年同期新高。美聯集團行政總裁暨美聯工商鋪行政總裁馬太陽表示，工商鋪市場經過一段時間價格整固後，資金持續趁低吸納，推動成交量及金額維持高位。工商鋪物業之註冊量自今年3月開始一直穩步上揚，單月註冊量更創出一年新高，可見市場承接力持續改善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甲級寫字樓售價持續改善。5月份甲級寫字樓價格連升2個月，創4個月新高。空置率方面，5月甲廈空置率進一步回落至 9.3%， 按月跌 0.3個百分點，為2022年2月以來低位。其中核心區空置率改善尤其明顯，銅鑼灣、灣仔、金鐘及尖沙咀等地區均錄得按月回落。